小朋友嘅嘢唔好再等到18歲先開始諗啦，如果唔係就太遲㗎啦。點解要做信託呢？就係確保家庭成員嘅生活質素咧可以 keep 住而唔會有所改變嘅。譬如陳先生可能每一個月咧花喺佢仔女身上面咧係大概5萬蚊，可能離開咗嘅時候咧佢都想每一個月 keep 翻5萬蚊俾佢對仔女，咁所以佢就可以委託信託公司，當佢拜拜咗之後咧，每一個月就係定時咁樣由呢一間公司直接出嗰5萬蚊俾佢對仔女，對佢個仔女生活上就唔會有咩影響啦。喺信託裡面啦，咁喺好多時候咧，其實佢都會擺一個人壽保險落去，就會由個信託公司直接發俾佢哋嘅仔女，中間就會有一個受託人，咁就唔使驚中間唔知去咗邊或者揾邊個管理。咁另一方面啦，就係保護子女應得嘅財產啦，都防止仔女將啲錢一次過花晒，或者係俾人呃晒啦。咁大家都知而家嗰啲騙案咁多啦，咁都可以好容易啲錢俾佢呃晒。經過信託咧，你就可以分段咁樣將啲錢留俾佢哋嘅仔女，咁就防止佢哋被騙啦。咁但係有一樣嘢咧就要小心啦，信託係一定要收管理費嘅。咁所以信託咧，可能佢已經有好複雜唔同種類嘅資產先至會用到。其實有其他保險產品或者理財產品咧，都會有信託呢個功能可以做到嘅。有事就係保障，冇事就係儲蓄。對仔女最好嘅愛就係喺佢哋有需要嘅時候，我哋俾到最大嘅支持佢。Follow 我哋教你哋點樣為仔女打好未來嘅基礎。